咱这么就来研究，老师较短敢会当好做一支？较短咱是讲一季吼，有无？像粉笔写甲像咱一书啊吼，咱拢足侪人做老师，咱就知影，较早拢用迄粉笔嘛，伫写嘛吼，叫做那个粉笔规啊。所以咱讲粉笔规啊，就剩下一小节一小段而已，有无？像咱粉有无吼？一支粉是要迄个几支好是毋一支粉吼？讲会摕一支粉来剥出来，你剥到吼，剩一个迄个粉头，迄是讲剩粉规啊尔。所以烟蒂的代意是粉规啊吼，所以一规吼，足重要。顶解要讲个木字旁，搁一个敢亲像有无吼？蕨类诶蕨，另外迄边迄个吼，叫做一规吼。啊，我定定伫讲一句足重要的话，我不三时过来摕起来讲，做吼食一会，学一规。我讲即句是咱正港吼台湾人伫讲的上水的吼，活到老，学到老。其实我常常听到吼，其实咱常常讲说，活到老，学到老吼，做啥呢？活到老，学到老。哦，当然直接讲听有嘛无问题，但是都无这个食一回，学一回吼，遮尔水开。你看食一回，学一回，伊个讲你加食一回吼，都爱加有一回吼，加学一段吼人生经验，这叫做食一回，学一回。足水诶吼，伫遮吼心中吼嘛，足要甲大家吼来了解即句食一回学一回吼。好来，所以咱拄则咱这单位数咱就分类先嘛，长呢一支，短吼一回。